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我都打算呢，將公園同客家話相同嘅生活呢打出嚟介紹俾大家。以前呢也做過類似嘅節目，不過呢以前呢冇人詳細。今擺呢準備詳細嚟介紹一下。今年呢客家話呢有公園係同樣嘅啊。大家嚟聽嘅要到做嘅三個牌啊。第一隻牌咧就係上面嘅隻鹽水嘅隻興楊母，下面隻鹽水咧係堅母，再嚟一隻咧下面嘅隻權水咧都係權母，上面嘅隻旗水咧係契母。再嚟右邊左邊嘅隻鹹水咧就黑母，最後一隻土水咧就係天母啊。而家我哋先講第一隻鹽母，隻鹽水我哋按照咧平常見嘅咁樣嚟排列嘅第一隻咧鹽水就二鹽赤鹽係平常嘅，第二隻水咧係鹽嗰隻鹽水咧有一隻鹽嗰隻第一隻有鹽二鹽赤鹽。第三水咧鹽二番赤鹽，最後隻葉水係葉母係葉生嘅二質赤葉。再來一隻嗰隻堅母，啲堅母咧鹹固甜赤鹹，鹹幾鹽赤鹹，即係幾鹽赤鹹，鹹幾鹹赤鹹，最後一隻葉生幾合赤葉幾合赤葉。再嚟上面一隻ที่中間就排隻旗數隻堅母，隻契母講錯旗子赤旗抗力赤旗強記赤旗，最後隻葉生奇力赤旗。再嚟隻權母權數奇潤赤權，權奇潤赤權四權嘅權，苦悶赤權。最後隻葉生翹玉赤曲再嚟隻天母同隻土數同土赤土，再嚟土塔路赤土，隻土土姑赤土，最後隻葉生禿數土谷赤禿。再來一隻鹹數一隻鹹數嘅黑母富間赤鹹富間赤鹹富顏赤鹹，隻吃數富別赤吃。一種總共咧有24隻生母，兩隻4隻生母咧
兩色書有啲書咧，如果按照普通話咧就唔會咁樣讀音嘅，譬如像鹽書咧普通話咧鹽煙這個耶唔同音嘅我講咗唔同音嘅，係只鹹書咧叫做煎鹹音嘅鹹書係煎鹹書叫做煎夾書咧就解要會老講咗唔同音嘅見他講啲全部都會講你夾鹹都客家話嚟嘅，只奇書普通話咧似子老講咗唔同音嘅群書普通話群客家話群社群嘅群普通話咧專都唔同音嘅唯有個困難都同音啦只曲書曲普通話曲普通話曲後面嘅都有圖書咧都同音，圖書同音，圖書咧都唔同音普通話讀嗱讀和吐都唔同音即讀普通話讀客家話讀客家話將來講音都同音嘅嗱只漢書咧就閒只漢書咧就閒唯有只漢書咧同音那普通話同音只漢書其他大部分都唔同音嘅。這樣講音咧啲聲母咧佢嘅聲音咧老客家話係同音嘅還有咧其他同音嘅聲母咧，我哋聽日再嚟做我隻節目咧，暫時做緊到唔得如果咧有機會咧，還做埋韻母韻母也要好到咧普通話又唔同嘅所以咧如果大家想詳細了解咧會要咧多啲時間嚟做啦建築咧就要做兩隻四隻書兩隻四隻書咧就代表咧六隻聲母每隻聲母咧要四隻總共都64隻書呢個節目咧到此為止，多謝大家。